喺日常生活入邊，我哋經常會用到平均數嚟描述唔同嘅數據。例如機場嘅使用情況就可以用平均數嚟描述。畫面顯示嘅數據係2021年到2025年香港機場嘅平均每日抵港人次。譬如2022年香港機場嘅平均每日抵港人次就係7257人次，而2024年就係73188人次。行車隧道嘅流量亦都可以用平均數嚟描述。畫面顯示嘅數據係2019年到2024年將軍澳隧道平均每日嘅汽車流量。例如2021年將軍澳隧道平均每日嘅汽車流量就係96,172架次，而2023年就係80,811架次。呢啲數據可以等我哋了解到指定時間裏面嘅平均數據，亦都可以等我哋比較到唔同時段之間嘅變化。好多嘅氣候資料亦都會用平均數嚟描述，例如雨量、風速等都會用平均數嚟表示，等我哋可以觀察喺一段時間裏面整體嘅天氣狀況。除咗交通同埋氣候之外，運動比賽嘅數據亦都經常會使用平均數。以籃球比賽為例，工作人員會記錄每支球隊同埋每名隊員喺每場比賽入邊嘅得分、籃板數目同埋助攻次數等等，然之後計算每項數目嘅平均數。透過觀察呢一啲數據，我哋就可以客觀咁樣比較球隊同埋球員嘅表現，球隊就可以了解球員喺邊啲地方做得好，而邊啲地方仲可以改善。你都揾下喺日常生活入邊有邊啲地方可以用到平均數啊！